这一夜暴富的梦又续上了。你是说，我是你们家小姐，还是京城首富宋家的千金大小姐？是啊。老板娘，你们店里所有的衣服我全都要。好，小姐，我们会不会买太多了？不会啊，这里的每一件都这么好看，小孩子才做选择呢。本千金大小姐全都要了。不就是花钱吗？我做个梦还不赶紧多花一点？等回去了就只能加班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夫人马上就到咱们府附近了，咱们现在出门时机刚刚好。什么夫人？就是皇上赐婚给您的夫人宋清宁啊，我这不得提前适应适应。将军，咱们府里是不是也该为大婚添置点什么？咱们府又不缺什么，这不是挺齐全的吗？是啊，咱们府里什么都不缺，有将军就够了。